这个男人醒来发现一件诡异的事，自己的双腿突然消失不见了，他竟被前女友做成了人质，只因前女友是个占有欲极强的人，即使两人分手了，他也不允许前男友和别的女生在一起。于是小文雕刻了前男友志伟的模样，然后再使用巫术将他复活，这样两人就能永远的在一起了。为什么会变这样？面对志伟不解的询问，小文解释说三人一起出去吃饭，中途不幸发生了车祸，志伟的女友在事故中身亡，志伟本人也是侥幸才活下来。听到这话的志伟快要崩溃了，他昨天才和女友求完婚，今天就听说对方死了。小文表示会照顾他一辈子，志伟现在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可他双手此时被绑死，轻轻动一下双腿就疼得受不了。小文说离开是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别想离开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文照顾志伟的吃喝拉撒，刚开始志伟还不停地反抗，然而只要他不听话，小文就会将刻刀插进他的身体里。无奈，志伟只能按照小文的话做，可他却越来越过分。眼看志伟的伤势好的差不多了，这天小文竟解下他的绷带，志伟此时也是欲哭无泪。几分钟后，小文又缠好了绷带，随即他就满意的离开了这里。过了几天后，志伟终于选择了妥协，他开始好好吃饭，还夸小文做的饭好吃，这让小文十分满意。他以为志伟是想通了，所以解开了他手上的绳子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志伟也就可以自己用手吃饭。这天他突然说小文的头发乱，并提出给他梳头发，小文自然是欣然的接受了。他怀念志伟以前给自己梳头，而志伟却在想着怎么逃跑。为此他制定了一个计划，每天收集一些小文的头发。在这1个多星期的时间里，志伟收集的头发越来越多。这天小文离开这里以后，志伟从嘴里拿出晚饭剩下的骨头，然后绑在用头发做成的绳子上。志伟忍着下身带来的疼痛，最终够到了一个螺丝刀，可要想拧下腿上的螺丝，志伟就要忍受常人所忍受不了，并且他还不能发出声音。在不懈努力下，志伟最终拧完了所有螺丝，他来不及调整身体的伤痛，只能奋不顾身的逃离。这里本身是一个地下室，所以志伟要从楼梯上爬上去。原本这几节楼梯10几步就上去了，但对于此时的志伟来说却是难如登天。好在小文走之前说要去公司开会，这才给了志伟充足的时间。可他刚上来就看见了家里的监控，没办法，现在也只能快点争取时间逃出去。志伟上来后看到了可怕的一幕，这里竟全是自己的雕像，而且都被刀砍得不成样子。可知在两人分手后，小文是有多么恨志伟。当他爬到门口时，却发现房门怎么也打不开，抬头才发现需要输入密码。有没有人？救命啊！志伟此时都快要绝望了，然而就在这时，外面竟传出了女友的声音，他就在隔壁的房子住，刚好从这里路过。羽凡在听了志伟的事情后，当即掏出手机准备报警。这时小文突然回来了。羽凡，你找我吗？志伟为什么会在你家？你快开门啊！志伟在我家，你误会了吧？羽凡，你不要听他的，你快跑！我现在开门。羽凡，你快跑啊！志伟在那里开玩笑，他其实是要给你惊喜，你等你进去这个庄稼，不然他很没面子。等小文打开门后，羽凡直接冲向了志伟，他没想到对方竟变成这个样子。志伟让羽凡赶紧离开这里，可羽凡却想带他一起走。就在两人拉扯时，小文突然走了过来，这回好了，两人谁也别想走了。小文气愤地拿来一个钉枪，你不是想走吗？那我将你的2只手都钉起来，这回还看你怎么走。不得不说，弯弯的房子隔音就是好，整出这么大动静，邻居都听不见。随即小文将志伟的嘴巴封上。没事啊，怎么把你做出来，就可以怎么把它做出来。小文戴上了一个鸟人面具，然后拿出一个手工刻刀，划破羽凡的手心。本来用他的血加上学来的巫术，就能让羽凡的雕像复活，不过这次却失灵了，可能是没有爱就没有灵魂。小文此时才发现，羽凡这是真的死了，意识到自己杀了人。小文突然有些不知所措。你原本以为只要再做一个他就没事了，但他的灵魂已经消失了。反正杀都杀了，小文只好拿出一个袋子，准备将羽凡的尸体打包带走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电话声突然打断了小文，拿起来一看，竟是志伟打来的。小文，羽凡在你家吗？小文此时慌了，他赶紧把手机关机，然后将志伟的手拔出来。门外不停地敲着门，小文本想快点把志伟藏起来，可还没来得及将他弄走，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志伟。那地上的又是什么东西呢？